A 好天就爱春雨来娘。B 忍耐困难等待成功。C 人足勤俭的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春雨来，惨啊！来你都无要讲话，应该是你拢知影吧？勤俭应该是什么？产地甘水贵当。贵 B 吗 B，我刚刚应该是 B 啦。忍耐困难等待成功是哦。，嘿，因为你啥啦？感觉是啥啦？因为伊甘水要过冬天啊，所以伊的储存，伊的足辛苦足辛苦诶。爱储存，爱欠伊的迄个因为应用。产地嘛，产地拢哎呐，爱渡过了，伊就要开哇？就成功啊就向好伊啊。哦啊，什么？啊，你敢有成功？所以是所 B 以 B 哈，我的答案是 B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忍耐困难等待成功。对唔对？有机会拼者拼者，来，恭喜你到8金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关天时较无水啦吼，啊产地啊是爱活伫水内面的小动物啦吼。啊关天时啊伊无水吼，伊嘛爱甲一撮水含咧吼，莫死去啦吼。啊等迄个寒天过，春天来，搁落雨，安尼有水就会当搁活落去。